Hello，各位銅鑼灣嘅街坊，大家好。咁我哋係跨青時刻啦。咁我係跨青時刻嘅 Christine，我隔離嘅咧係 Hello，我係跨青時好。咁我哋今日咧跨青時刻嚟到呢度咧，喺今日呢個不再恐同日，咁我哋好希望係一個咁樣嘅今時今日嘅呢個氣候入邊啦，大家都會覺得好壓抑啊，好多唔開心，好多唔公平，好多歧視喺身邊不斷地發生啦。咁但係咧，我哋今日企喺呢度咧，唔係想同大家做任何嘅辯論，亦都唔係想同大家討論任何嘅一啲政治議題，唔想同大家討論任何爭拗任何嘅議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喺咁嘅環境之下，我更加需要去支持身邊嘅每一位朋友仔啦，去關心下自己嘅健康啦，關心自己嘅心理健康啊，關心下身邊嘅朋友嘅心理健康。咁呢個亦都係跨青時刻同埋所有跨性別朋友仔咧，都好需要關注嘅一個議題嚟嘅。咁係啦，轉頭大家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我哋跨青時刻嘅嗰個攤位嗰邊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塊留言板喺嗰度俾大家留言，去留低一啲支持嘅説話，同埋一啲點樣去照顧自己同埋照顧身邊人嘅一啲方法去喺環境之中點樣去活得更加開心同埋快樂嘅。Hello，大家好。我喺呢一條街可以大家去分享之外咧，喺我哋前邊轉左仲有好多唔同嘅攤檔㗎。咁我哋今日跨青時刻咧就帶咗屬於跨性別旗顏色嘅莎莎嚟同大家一齊打招呼。同埋我哋好希望可以借住呢個時間咧，可以將一啲開心同埋快樂可以送俾大家。喺呢段時間啦，特別可能係2025年咧，大家當然都有好多唔同開心啦、唔開心啦、高高低低嘅時候。咁而有冇諗到，可能我身邊亦都有係性別小眾或者係特別跨性別嘅朋友，佢哋又會接觸到啲咩嘅事情，或者會又遇到啲咩嘅新聞咧？咁可能我哋會好熟悉就係可能喺美國啦或者英國啦，原來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反對嘅聲音啦，或者好多一啲會令人感到好沮喪、好失望嘅甚至咧可能喺一啲嘅政策之上面啦，原來咧都可以係對於跨性別朋友嘅權益都有好多嘅侵害嘅。咁喺究竟咁多呢啲嘅新聞之中，甚至仲有係見到喺香港嘅網上嘅論壇啊或者留言嗰都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其實可以點樣做咧？今次咧我哋都將呢個問題想帶俾大家。咁喺我哋跨青時刻嗰邊嘅攤之中，我哋就邀請咗今日大家可以寫下究竟你會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去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咧？咁睇翻頭先嘅版啦，頭先有朋友咧就同我哋講話，譬如係要可以休息多啲啦，或者自己都要飲多啲水啦。仲有咧就係原來可能真係會睇到好多負面嘅新聞。咁除咗一方面係咪真係會想去睇個留言，會想去同我哋傾咧？或者會有啲時候可能我哋真係要避一避開，可能停一停，唔好再睇太多啲去反對啦嘅消息嘅。咁入邊可能會發覺就係話其實係咪好多人都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咧？點解啲留言全部好似都一面倒咁差咧？咁但係我哋有時候會發覺就係話可能主要真係反對嘅人先至會寫嗰度，而唔係代表咗真係話香港有好多人會去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咧喺街上面咧都見到原來有好多支持跨性別社群嘅朋友啦，或者我哋身邊嘅重要嘅盟友咧，其實都會一齊過嚟同我哋支持啦，會一齊影相啦，或者大家都要一齊去問下大家最近點樣啊，去鼓勵大家。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其實無論我哋係即係多數嘅人、少數嘅話係點樣計都好咧，我哋都係有好多好重要支持我哋嘅聲音。咁同埋有唔同人都係一個我哋都有唔同嘅生活啦，我哋都有大家嘅權利，我哋都好想去為每個人咧都有一個平等嘅權利嘅。咁喺講到呢個部分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都想借個機會去同大家講多啲究竟喺香港嘅時候咧，跨性別朋友又會遇到啲咩狀況，或者有啲咩權利嘅咧？咁我諗好多講到性別議題咧，大家最近都會比較留意到喺今年咧啱啱過去喺舊年啦，啱啱過去一年入邊咧，其實香港都有一嘅政策推出咗啦，咁包括咧就係呢個身份證嘅更改性別嘅政策。咁我哋跨青時刻咧都好好咁樣整咗一個好精美嘅圖表啦，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新政策究竟係進步定係倒退？大家可以望下呢張圖表，圖表嘅最右
邊呢一格咧，直行咧，其實係舊政策嘅要求啦，更改身份證性別嘅舊政策要求。但係中間嗰一行咧，其實係新政策帶嚟嘅一啲更多大要求。其實跨性別嘅朋友仔喺今日呢個新嘅政策之下咧，其實係咪真係有為大家帶嚟咗一啲便利？曾經大家好多時都會討論到一個問題，就係身份證性別嘅更改，其實係咪需要有一個手術嘅要求咧？咁呢樣嘢其實我哋都有一路喺度去徵詢翻社群嘅意見啊等等。咁其實我哋一路睇翻落嚟咧，其實呢個強制手術嘅要求咧，其實都係係得唔到社群大多數人嘅支持嘅。咁同一時間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個強制嘅手術要求咧，其實亦都係剝奪緊朋友仔去用自己嘅身份去生活嘅一個權利啦。咁因為其實唔係每一個人都能夠去做手術啦，唔係每一個都有需要去做呢個手術嘅。因為我哋都一樣嘢就係其實醫療嘅一啲性別肯定嘅醫療上面咧，其實最主要都係要去就翻個人意願啦，同埋需要去進行嘅，而唔係為咗一個政策而去更改身份證性別啦。另一樣嘢，其實社群朋友仔亦都非常之關心同埋留意嘅咧，就會係一個頭先講到嘅醫療嘅問題啦。咁究竟香港今日我哋更改身份證，我哋更改身份證嘅要求上面咧，其實係有好醫療上面嘅要求啦。但係呢啲醫療上面你嘅醫療係咪真係可以負責得到去我朋友仔嘅需要咧？咁呢大家一齊再討論下。同跨性別有關嘅話咧，其實基本上真係所有嘅睇醫生嘅專科都有可能啦，無論係可能每一個人都會有肚痛啦、傷風感冒啦、唔舒服啦、入醫院啦。頭先就講過話咧，原來可能譬如我係一位跨性別男仔啦，但係我揸咗張女嘅身份證喎，咁究竟會唔會將我擺咗喺女嘅病房咧？又或者如果係一個醫護人員面對我嘅時候究竟佢又會去點樣去溝通，或者我哋可唔可以講到有啲係性別友善嘅服務，俾每一個人有唔同嘅性別身份都可以有一個尊重高質素嘅服務咧？入邊當然仲有好多嘢可以去探討啦。咁而同跨性別朋友直接有關嘅專科咧，我哋有時就會稱之佢為一個性別肯定嘅醫療啦，或者英文叫做 Gender Affirming Care。咁喺香港嘅話咧，原來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究竟係邊一度會可以有醫生嘅咧，或者如果想揾相關嘅一啲性別肯定嘅荷爾蒙或者手術，究竟又可以喺邊一度咧？原來咧，其實喺香港嘅公立啦同埋私家咧都會有相關嘅服務嘅。咁私家亦都有唔同嗰啲有經驗嘅醫生啦。咁而去到公立咧，我哋發覺咧，原來佢有幾樣嘅比較重要嘅限制嘅。第一樣咧就係公立嘅性別肯定醫療啦，其實咧係喺18歲以下咧，幾乎都冇一個嘅服務可以提供得到嘅。咁好多時咧可能會講話，譬如荷爾蒙啊、先線啦等等嘅話咧，其實原來都冇呢方面嘅去提供。咁好多時我哋見到社群嘅朋友咧，都要等到佢足咗18歲或以上啦，先至咧可以去攞到封轉介上去登記喎。咁但係咧，我哋就都好想了解翻究竟喺香港嘅公立醫療服務之中，究竟呢個性別肯定醫療有幾高嘅優次咧？曾經咧，我哋聽過有啲嘅新聞啦，其實都有跨性別嘅朋友啦，可能真係會走到去急症室講翻其實有一啲好緊急嘅醫療服務咧係好需要嘅。咁因為佢哋講可能雖然話唔係叫做話有即刻就會即係暈低咗會有生命嘅危險，咁但係其實嗰個生命嘅危險咧係有另一個方面嘅。當大家可能如果係唔能夠有一啲重要啦、有醫療必要性嘅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好影響到大家嘅情緒啦、生活嘅質素啦，甚至亦都可能有一個抑鬱或者自殺嘅危機嘅。咁但係喺香港咧，原來喺而家嘅一啲醫療體制之下咧，基本上由新登記去到攞到荷爾蒙咧，我哋發覺原來係要好幾年嘅時間喎。大家估下要幾多年？譬如係由登記到攞到荷爾蒙，究竟係要2年、3年、4年定係5年咧？等我問下現場嘅朋友先。如果你覺得究竟可唔可以喺2年之內就可以攞到性別肯定嘅荷爾蒙嘅，舉手。係冇人舉手嘅。好，如果你覺得要3年咧，3年可唔可以攞到藥啊？你每一日都要食嘅藥，會唔會要等3年先攞到咧？係都未得嘅。4年咧，你會唔會覺得係4年啊？等4年俾你攞到每日需要用嘅藥，好唔好啊？
好5年咧，係5年啦，哇！原來係要5年先可以攞到要用嘅藥啊！我記得有朋友同我哋講話，真係等多1日都嫌長啊！咁呢個性別肯定嘅荷爾蒙咧，可能對於好多朋友嚟講係一個生命之中重要嘅一頁啦，甚至係一個重要嘅開始嚟嘅。咁就好似係一個第二次嘅青春期，譬如可能係會有啲男性化或者女性化變化，令到大家除咗係減低咗呢個性別不安之外咧，亦都可以用到呢個性別去生活啦、翻工啦、翻學啦，或者係照顧到自己、照顧到屋企人，原來係好重要嘅服務嚟嘅。咁但係原來而家香港咧就等好耐，咁好多朋友都會問點解啦？我哋發覺咧，原來真係直接就係同話究竟喺一個禮拜之中，究竟呢個診所裏邊可以有幾多節嘅時間係可以睇到相關嘅服務咧？咁又或者係當我哋講到手術嘅時候，原來係更加耐嘅時間，就算中間可能已經過咗有2年啦，用嗰個性別去生活，或者見到唔同嘅醫生，其實我肯定佢需要用做呢個手術啦。原來喺香港咧，特別係譬如要做一個下身嘅手術啦，頭先我哋講到話，例如可能跨性別女仔會想改一個女嘅身份證咧，原來要等人差唔多8年至10年咁耐喎。咁即係話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好多朋友要做到手術嘅話咧，可能都已經去到30幾40歲啦。咁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平時都有好多好重要嘅醫療服務啦。其實究竟有冇一啲其他嘅門診都要等到幾年，甚至係有一啲手術要等到咁多年咁耐咧？我哋發覺可能都真係未有啦。咁喺香港嘅話咧，原來做一個同性別肯定相關嘅手術嘅話咧，每個月可能每兩個月可能淨係做到1次嘅手術啦。咁所以點解1年裏邊咧，我哋發覺有時就係可以做到6個啦、5個、4個，甚至做到2個手術喎。咁好多時大家就會喺一啲資源比較短缺嘅情況之中，咁我哋發覺原來同跨性別社群相關嘅一啲權利啦，或者好重要嘅醫療服務咧，原來都仲有好多好想俾大家了解多啲啦，甚至係希望佢有更加多改進嘅地方。我哋希望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有平等嘅權利啦，亦都可以有一個享有到佢嘅我哋嘅健康，可以擁有一啲需要嘅醫療服務嘅。好，咁嚟到最後啦，咁我哋好恐他日呢個日面，去大家再一次見面啦。咁我哋攤位就喺啲行到見到我哋跨時刻嘅攤位，大家可以去留言寫低你哋性別社群朋友仔嘅一啲資訊啦，同埋一啲照顧自己心理健康嘅方法等等。咁我哋好希望轉頭再見到大家，咁祝大家有愉快嘅一日。